最近小连续发生大台车的交通事故，立委就批评交通部的管理有问题，呼吁政府爱学日本的做法。若准驾驶违规，业者嘛应该连带处分、吊扣车牌。凡第2届、第3届都撤销执照、停止营业。10月24日，苏花公路磅坑内发生沙石车违规冲撞，造成连环追撞的死亡车祸。立委区显智伊讲，肇事沙石车隶属的业者招富通运，最近这2年，敢若超速违规就互人罚41届，另外还有其他各种违规拢总161届，批评这是罚唔惊，结果发生事故。你根本都不在乎要被罚多少钱，那就算司机这个记点太多，吊销执照又怎样？我就是继续无照驾驶啊！最近大车的事故真多，立委是呼吁违规驾驶所属的业者，嘛爱车拢爱吊牌停开处分，一直犯的人，更较应该停止营业，甚至撤除执照。运输业者认为，动罚虽然有效，不过过去国内对于交通安全无重视，若做要修法，应该都爱看所有的道路违规的形态，为自用车到营业车拢爱同步检验。全世界各国的法令不是只有对职业的驾驶职业的公司，甚至对于我们一般的驾驶人安全驾驶的要求都是很高的。交通部公路局回应，目前公路法对于职业驾驶违规无共样态，已经有相关的规范。有肇事记录业者，当年偏检会无列顶，每个月必须都要接受至少1届查核。针对大车的事故这么多，会加强管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